點樣設定流動數據上網？設定流動數據後，你就可以用手機瀏覽 PCCW Mobile 頻道及其他網站。要設定流動數據好簡單，首先你要喺應用程式上面揀選設定，喺設定目錄揀無線和網絡，然後揀流動網絡。喺流動網絡目錄揀接入點名稱。大部分手機會自動偵測到 PCCW3G。如果偵測唔到接入點，就撳手機左下角嘅目錄鍵，然後撳新接入點，輸入以下資料：名稱 PCCW3G， 接入點 PCCW。完成後，記得撳機下邊嘅目錄鍵，撳儲存去完成設定，你就可以上到網㗎喇。如果有任何唔清楚嘅地方，一般客戶可致電1000查詢，而商業客戶可致電10088查詢。因每部手機設計有所不同，以上各項設定程序及選項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差別。詳情瀏覽 www.pccwmobile.com。再見。